各位大家好，今次我哋睇下咩叫十字架嘅路。首先係耶穌自己經過嘅十字架嘅路係點呢？另外佢點樣帶領佢嘅門徒或者係逼佢嘅門徒走過十字架嘅路呢？喺個過程當中最能夠體驗十字架嘅路，就係佢嘅門徒彼此爭論誰為大。整個過程相當長嘅。其實耶穌帶領佢個門徒咧係進入耶路撒冷，佢個門徒睇起嚟咧，佢將會作王掌權。咁的確嘅，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咧，的確佢嘅門徒同埋耶穌嘅吩咐都講明耶穌係嗰個和平嘅君王，即係舊約所預言嘅彌賽亞，佢進入耶路撒冷嘅樣子。但係耶穌亦都知道佢嘅門徒會誤會呢個係輝煌嘅日子，佢進入耶路撒冷係復興以色列國，甚至係驅除羅馬帝國嘅兵丁。所以耶穌就話佢要走嘅路係十字架嘅路，即係話佢得着呢個天國唔係藉着一啲武力，而係藉着十字架，係藉着十字架上嘅死亡，然後復活。佢個門徒聽咗呢句說話之後咧，佢哋門徒係聽唔入耳，並且照住佢哋嘅諗法，耶穌入去之後將會作王掌權。佢哋第一個諗起嘅就係誰將為大。喺呢個天國嘅裏面，佢哋邊一個會係最大，做耶穌嘅丞相？所以就產生咗爭論誰為大。主要爭嘅人物咧，主要就係彼得同埋約翰。因為點解咧？佢哋幾個人咧，其實有幾個人咧都係主耶穌特別帶佢哋去睇佢嘅能力嘅。其中彼得同埋約翰曾經係三個人之中跟耶穌進入睚魯，耶穌叫睚魯嘅女兒復活，但係由於房間太細，所以耶穌只係帶咗三個門徒，其中包括約翰同埋彼得。另外去到變化山嘅時候，亦都係同樣嘅三個門徒，就勝過其他所有嘅門徒，係特別同耶穌親近，特別能夠睇到耶穌嘅身份同埋能力嘅。彼得佢因為係耶穌所恩典嘅，佢信主嘅時候，跟隨耶穌嘅時候，耶穌已經話佢係將會帶領噶啦，所以彼得唔使出聲，唔使爭。但係約翰由於佢有咁嘅特殊嘅經歷，所以佢認為佢有得爭，所以佢出動咗佢阿媽啦，嚟到說服耶穌，佢約翰要做佢嘅丞相。耶穌亦都趁住一班小朋友要嚟見佢嘅時候，用小朋友嘅比喻嚟到教約翰唔好爭。因為耶穌得國降臨喺耶路撒冷之後，得國降臨嘅時候，總有一個人要係做耶穌嘅左右手噶嘛。所以喺入城嘅時候，約翰為咗要爭取第一位，所以佢做咗一件事，除咗頭先出動阿媽之外，就係當呢個經過撒瑪利亞嘅村莊，佢哋唔接待耶穌，約翰就有個提議啦：主啊，你俾我授權俾我，等我可以清除咗呢一啲唔信服你嘅人，叫火從天上降下嚟一樣，好似以利亞
嘅情況施行神蹟一樣。嗱，我哋首先睇呢件事呢，我哋睇兩件事。第一就係約翰對耶穌嘅信心。約翰嘅信心就係只要耶穌肯出一句聲，授權俾佢，佢就能夠行呢個神蹟噶啦。呢個係有跡可尋嘅，因為12門徒經過幾個圈嘅訓練之後，12門徒咧其實得到耶穌嘅授權，已經能夠醫病趕鬼。佢同彼得嘅能力而家係一樣嘅，所以約翰諗嘅策略就係話：我哋反正入城嘅時候都要掃平亂黨噶啦，而家我先為耶穌取得個能力，污糟嘅嘢唔使耶穌出手嘅，我出手啦，所以佢只係問耶穌：你俾個權我，等我可以叫火從天上降下嚟，預先掃平一啲唔歸順耶穌嘅人。喺呢件事裏面呢，你睇見呢，約翰呢係想爭取一個權力，比彼得多一啲嘅。咁佢咪可以成為耶穌嘅首相咯？但係喺呢件事睇深啲嘅時候，約翰只係求耶穌一句輕輕嘅授權，你就睇得出約翰對耶穌嘅信心係非常之大。呢個當然就係因為佢喺咁多圈嘅門徒訓練裏面，真係親眼見過耶穌嘅神蹟，並且佢自己並冇幫手，佢亦都清楚其他嘅門徒冇幫手。神蹟奇事嘅大能全部係出於耶穌嘅本身，所以喺呢度呢句說話裏面，求耶穌嘅呢句說話裏面，其實係間接證明咗佢所睇嘅耶穌的確係行過好多神蹟奇事，而且佢自己因着親身亦都感受過呢種授權，所以佢直接問耶穌，希望超越彼得。而彼得呢，雖然好似好被動咁，冇同約翰爭，因為佢知道坐定粒六，耶穌一早已經授權咗俾佢噶嘛，係咪啊？佢係首徒嚟噶嘛，咁自然係首相啦，將來係咪啊？所以佢唔使出聲。但係彼得其實唔係冇爭嘅，你諗下，佢入咗耶路撒冷嘅時候，耶穌都有困難嘅時候，佢攞咗啲咩出嚟？佢攞咗2把刀，基本上擊親耶穌收埋佢啦，其實呢個係彼得表示忠心嘅考慮，因為佢已經坐喺首位噶啦。咁但係耶穌入到城裏面，總會遇到啲危險噶，係咪啊？約翰就已經咁精啦，預先就話幫你掃平晒啦，咁我都要表示下我忠心噶。我雖然唔識武功，但係我帶住2把刀，起碼耶穌遇到危險，我都即刻出手啊，係咪啊？呢個係彼得爭為大，爭保住佢自己嘅位嘅方法。因為其實彼得佢諗下，佢見過耶穌叫死人復活，受傷病嘅得醫治。你估佢諗下，萬一我真係為耶穌犧牲咗嘅，耶穌都會拯救我啊，都會叫我復活啦，我係佢首徒噃家下。所以呢個彼得咧，其實係有一個不敗嘅心嘅，因為咁呢個亦都睇翻佢背後，你亦都睇到彼得有咁嘅信心，佢背後源住咩？又係佢見過耶穌所行嘅神蹟奇事，都係真真實實發生過喺佢嘅眼前。佢喺呢啲事情裏面，佢清楚佢冇幫過耶穌，係耶穌憑一己之力嚟到施行神蹟奇事嘅。所以從彼得帶刀去保護耶穌，同埋約翰要先為耶穌掃平呢個亂黨，唔係亂黨，唔歸順佢嘅人，呢2件事睇起嚟
你都覺得佢嘅門徒係好相信耶穌嘅能力嘅，而佢哋一路諗嘅就係好似世界上所有嘅戰爭一樣，你要征服人，一定係靠武力啦。德國嘅時候一定係好有威榮噶啦，但係呢個正正就係耶穌所否定嘅。耶穌話佢要走嘅係十字架嘅路，佢亦都要求彼得、約翰呢啲門徒要跟隨佢話，亦都要背起自己嘅十字架，摒棄呢啲思想。所以喺爭論誰為大嘅行動嘅裏面，我哋睇見呢啲門徒對耶穌嘅信心，亦都睇見佢哋對前路嘅睇法係一片光榮，用武力統一佢哋將會成為耶穌嘅丞相，或者係有權有勢嘅人，係世人認為光明嘅路。但係耶穌係點樣令到佢哋走過十字架嘅路呢？我哋留意一點，就係耶穌被捉拿之後，其實有兩個門徒，就係彼得同埋約翰，都係留守到最後一刻鐘嘅，都唔肯走嘅。其中彼得走得比較快，呢個係因為當佢唔准許耶穌去死嘅時候，唔准耶穌去上十字架嘅時候，耶穌就預言咗佢。因為其實彼得咁講呢，係想表示佢忠心，我會保護你嘅，主耶穌。佢心裏面嘅諗呢個亦都就係佢後來帶買刀嘅原因。但係喺同一個時間，耶穌就直接話俾佢聽，今夜雞叫以先天亮嘅時候，雞叫以三遍之先三遍嘅時候，你要三次不認我。sorry， 係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呢個就當真係雞叫嘅時候，佢彼得諗起耶穌嘅說話，就令到佢好慚愧，因為佢一心諗住係幫耶穌嘅，佢嘅原意都係佢嘅原意就係耶穌得國，佢就會得着榮耀，首相嘅榮耀。但係佢發覺原來佢自己係咁怕事嘅，咁怕死嘅，所以佢就出去痛哭啦。原初佢係想留到最後嘅，點解留到最後呢？我哋諗翻下門徒所經歷過嘅，你就會知噶。嗱，回想翻耶穌啱啱出嚟組織好12門徒嘅時候，第一課係咩啊？第一課就係醫治百夫長嘅病人啊嘛，嘅僕人啊嘛。喺呢個神蹟裏面，耶穌稱讚百夫長嘅信心係大嘅，以色列當中都未見過一個嘅。咁呢個喺門徒裏面就會諗下，究竟耶穌點解稱讚佢呢？佢嘅信心大喺邊度呢？其實百夫長未見過耶穌，佢只係聽到長老、猶太人嘅長老提起耶穌行神蹟奇事、醫治病人嘅故事。咁喺呢啲故事嘅裏面呢，佢發覺耶穌醫人呢，只需要講一句說話嘅啫。佢其實唔使掂你，亦都唔使施行啲咩程序，唔使用啲咩魔法，亦都唔使用神仙棒嘅，講一句就係噶啦噃。佢百夫長回想翻，佢命令士兵，啲士兵叫佢去東，佢就去東；去西，佢就去西。佢諗下，點解啲士兵會聽我講？因為佢係百夫長嘅身份啊嘛，所以佢就聯想到耶穌係神嘅身份。因着耶穌係神嘅身份嘅時候，佢叫嗰個人好，咁咪好咯，係嘛？叫嗰個死人復活，嗰個死人咪復活咯。所以百夫長認識耶穌呢，係從嗰個神蹟認識到背後說呢句話嘅人，說呢句話說呢個帶着權柄能力嘅話嘅人背後嘅身份係神
的兒子。所以耶穌稱讚佢嘅信心係大嘅。喺往後嘅神蹟奇事裏面，無論係死人復活，或者係醫病趕鬼，或者係叫5000人吃飽，無論係任何事，耶穌都係說一句話嘅啫。當然佢好多時都會同時強調佢係以神嘅身份嚟到說呢句話。所以彼得同埋約翰都睇到最後噶。佢雖然被耶穌雖然捉之前佢冇講過啲咩說話，冇施行神蹟，但係佢哋根據以往跟住耶穌咁耐，佢哋好清楚，亦都好相信，只要耶穌講一句說話，命令就立即成就，因為佢覺得佢哋真係相信耶穌係神，或者話佢係神的兒子。佢嘅說話無不帶着權柄，說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其實彼得係想留到最後一刻鐘嘅，約翰就更加明顯啦。佢係留到耶穌喺十字架上斷氣為止，因為只要耶穌未斷氣，佢講一句說話就可以扭轉所有嘅形勢，好似從前一樣。但係最終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呢件事發生嗰刻，彼得同埋約翰都非常非常之失望，甚至絕望。佢哋只好接受呢個行動失敗咗啦。佢哋唔會成為首相，佢哋嘅爭誰為大，亦都變得冇意思啦。甚至佢哋驚到要匿埋喺一間屋仔裏面。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可以話冇晒信心啦。佢哋嘅信念亦都死在十字架上。但係奇怪嘅，過咗3日，耶穌從死裏面復活，並且吩咐佢哋去加利利。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一班門徒一去到加利利，見到耶穌已經喺度等候佢嘅時候，佢哋做咗一個乜嘢行動呢？佢哋見到耶穌即刻拜耶穌。呢次係第一次佢哋咁真心、咁直接嚟到拜耶穌，等同真係佢哋喺經驗裏面認識到佢哋所跟隨嘅耶穌就係神。呢一刻係非常之震動嘅。點解啊？因為耶穌雖然死咗，但係佢而家復活咗嘛。其實耶穌固然可以喺死之前佢講一句說話扭轉形勢，但係而家佢復活咗啦，並且仲唔會死添嘅。咁樣佢係咪仍然都可以講同一句說話，能夠一樣可以喺一句說話裏面復興以色列國，將羅馬帝國擊敗啊？係咪一樣啊？所以佢哋呢個時候驚覺，其實耶穌仍然係滿有權柄同埋能力，佢仍然係神嘅兒子，甚至經過咗死亡之後，佢唔會再好似以前嘅一樣。你可以話耶穌帶領佢嘅門徒走過咗十字架上嘅路，原初佢哋嘅希望、佢哋嘅期望、佢哋所爭執嘅嘢，最終在遇見耶穌嘅時候，佢哋明白咗耶穌要走嘅路必須要經過十字架。因為而家嚟講，因為如果耶穌未曾經過死亡嘅，只有接觸到佢嘅人
或者同佢見過面嘅人先至能夠信佢，先至能夠接受到救恩。但係而家喺佢死而復活之後，佢唔會再遇見死亡，並且佢所宣稱嘅救恩可以臨到每一個時代嘅人，每一個世代嘅人，喺唔同世界空間嘅人，只要佢哋向耶穌禱告，承認耶穌係神嘅兒子，罪就得着赦免，佢哋就可以因信稱義，並且因認識耶穌嘅名得着永生。所以其實耶穌可以選擇嘅，一係就入城，照住門徒所諗嘅，所想嘅，用武力或者用神蹟統一以色列，收復羅馬帝國所侵佔嘅土地，或者甚至係更大嘅作為。但係耶穌亦都一早預備好，要自己按着天父嘅旨意，經過十字架上嘅死亡，然後進入復活嘅裏面，繼續嚟到繼續將救恩藉着聖靈五旬節降臨嘅聖靈嚟到去將福音嘅救恩傳遍天下。佢嘅門徒亦都喺呢件事裏面走過所有嘅困難，受過信心嘅打擊，然後接受耶穌基督救恩嘅方法，然後喺加利利組織咗120人嘅團隊，佈道團隊返到去耶路撒冷，嚟到去宣講福音。呢個福音係普世嘅，單向嘅邀約，只要世上嘅人無論喺邊個時間生活落嚟，或者喺邊個空間度生活嘅，只要佢向着耶穌祈禱，就必得救。所以喺過程裏面咧，到最後嘅時間咧，其實彼得同埋約翰咧，其實仍然有爭拗嘅，仍然係爭論緊誰為大嘅。雖然耶穌復活咗之後，人始終係人咧。有一次耶穌臨走之前，彼得就問下耶穌：這人將來如何啊？佢即係指住約翰講啦。呢條友仔唔係 sorry，呢個門徒差唔多同我咁高咁大啦。但係佢將來如果我為你傳福音，去到世界各地，佢會唔會喺耶路撒冷裏面比我大㗎？係嘛？搶咗我首徒嘅位置啊？係嘛？彼得其實佢個心底嘅問題就係爭論誰為大，佢能唔能夠保存自己嘅位？耶穌就話俾佢聽啦：我若要佢等到我再來，這與你何干呢？咁亦都即係話，你來跟從我啦。呢啲嘢佢會同我負責噶啦。關你咩事呢？咁就結束咗啦。結束咗佢哋兩門徒爭論誰為大嘅事件。所以門徒唔係真係冇軟弱，但係喺軟弱裏面，佢哋都可以去到耶穌面前，諗起照着耶穌嘅吩咐，背起自己嘅十字架，跟從耶穌。佢未必一定係輝煌有權有利嘅路，但係一定係耶穌基督福音恩典嘅路。